守眷顾我们。今天又以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们来到圣殿，让我们透过敬拜与你亲近。说恳求您此刻帮助我们，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你不喜悦的事，所有的不敬虔，全部帮助我们消除。那我们用专一的心志，用严肃渴慕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主你在整个礼拜当中掌权，赐下你的恩典，特别将今天服事的众同工全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主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工。那我们不论是敬拜团所带的敬拜，或是诗情诗会传讲信息的人，都因着你奇妙的带领，让我们做美好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说我们特别将现在还陷在疫情当中的台湾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怜悯看顾，让各行各业能够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求主在整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去体验到您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上帝，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依然有奇妙的带领。让我们去思索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疫情当中依然坚固我们的信心，全心仰望你。我们也特别将台湾的众教会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带领赐福保佑。
位弟兄姐妹、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邀请你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与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拍手。神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唱，有一位真神，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再宣告一次，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宣告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耶稣。主啊，你是永恒的君王。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不离弃我们。主啊，你的爱在今天早上恳求你来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已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
耶稣。主啊，谢谢你的爱，主啊，你赎回了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来敬拜你。我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主啊，你却垂怜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为出生以前，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救赎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困难困苦，死因有苦，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仰望，帮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跟神说：主啊，当我抬头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超过一切。主啊，你是带领我们走过那死荫幽谷的神。死荫幽谷，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的时候，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主啊，是的。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当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是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是你总不离弃我们。主啊，是你带领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所不能胜过的事情。主啊，求你将我们的悲伤挪去，使我们不再彷徨。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永远的盾牌，来宣告不再悲伤，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再次宣告，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主谢谢你，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苦，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放下自己，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们单单向着神来歌唱。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主。
你的爱遮盖了一切，主谢谢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让我们安然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用最安静的心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各种的爱。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你全然的爱我，紧紧拥抱我，你全然接纳我，永不离开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我只想藏在你翅膀荫下，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一起从头来唱，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最真实。主，你全然接纳我，你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对主说，主，你全然的爱我，你全然的爱我，谢谢你紧紧拥抱着我们，紧紧拥抱我，你全然接纳我，永不离开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一起举起手对神说，我只想藏在你翅膀荫下，主，我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中，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再次对神说，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主，我只想藏在你翅膀荫下，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愿意接纳最真实的我们。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的每一步、每一个时刻，我们可能都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不足。但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不离弃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你永远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唱，主，我只想藏在你翅膀底下，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底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宣告我们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主的恩典之中，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生命最大的盼望，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就谢谢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也谢谢你愿意来接纳这么不足、这么不完美的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愿意将我们全心全人、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看顾。求主你也放下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求主你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王。主，我们祷告不足的，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能一起敬拜上帝。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9章26到28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9章26到28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00页。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来往，可是他们不相信他是门徒，大家都怕他。只有巴拿巴来协助他，带他去见使徒。他们解释扫罗怎样在路上遇见了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又告诉他们扫罗怎样勇敢地在大马士革奉主的名讲道。于是扫罗跟使徒出入来往，在耶路撒冷奉主的名大胆地讲道。以上，愿上帝祝福聆听他话语的人。接下来要传讲信息的是蔡主任牧师，信息是巴拿巴2。接纳宽容，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巴拿巴的奉献，那这是对上帝的奉献哈。今天我们要来看他对人的态度。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调整
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此刻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专注的心，有清晰的灵，在接受你的话语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阻碍。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回已经跟大家提起了巴拿巴这个名字不是巴拿他的本名这是他的外号。他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就是说他是一个鼓励人的，是一个劝勉人的一个人。那一个人可以成为鼓励人、劝勉人的人，我们可想而知，他就是一个内心温柔、可以体谅别人的人。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巴拿巴他的宽容跟接纳，以及他爱心助人。首先我们发现他对于那个苦难者，他有特别连续的心。我们知道教会早期的这个教会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状况，有些人生活比较富裕，有些人过着比较贫穷的生活。那在教会的团体生活当中，有人比较富裕，有人比较贫穷，总是会造成一点点问题。那初代教会他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们来分享，用分享来解决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巴拿巴他奉献，他变卖他的田地，然后把钱交给使徒。他没有自己分配他把钱交给有权柄的使徒，让使徒按着众人的需要去分配给众人，让缺乏的人可以得到供应，让不足的可以得到补满。所以巴拿巴他有一个特别的心他就是当他看到困苦的人，看到贫穷的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产生那种怜悯的心，所以他变卖他的产业跟大家分享。他分享上帝给他管理的这个产业。那分享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人借着分享就会产生一种氛围，就是一种爱的氛围。爱的氛围就在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可想而知在巴拿巴等这些人他们的奉献之后，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教会不是某些人把它建立起来，而是教会是借着上帝的爱所建立起来的。这是巴拿巴的第一个特质。那第二个巴拿巴他对于犯错的人他有比较宽容的心，他会帮助那些犯错的人他的宽容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他对保罗的态度上看得出来。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这些我们都知道。保罗过去是为了犹太教大发热心，他认为基督徒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一群人认为基督徒企图改变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就很生气，就把基督徒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用最可怕的刑罚去刑罚这些信耶稣的人，甚至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丧失他们的生命在监狱当中。所以耶路撒冷有很多基督徒都被保罗害了，被他杀了，被他关了，被他刑罚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于保罗心中会有一种怨恨跟害怕。后来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呼召他，他就180度的悔改，归信了耶稣基督。那保罗归信耶稣之后，他也为了耶稣基督的事大发热心。可是这时候他遇到一个相当大的困境，就是一方面过去跟他合作一起迫害基督徒的这些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原谅他的背叛。过去我们一起合作去
迫害这些基督徒啊，因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人嘛。那现在你居然站在另外一边，所以这些人就很生气，派人迫害保罗。而另外一方面，过去受到他迫害的基督徒也没有办法信任他。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的门徒们，没想到耶稣的门徒们竟然拒绝他，不接纳他。只有一个人，就是巴拿巴。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扫罗就是保罗了哈。保罗过去的名字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们结交，他们都怕他。那这可想而知嘛。过去是一个大力迫害基督徒的人，今天他说他悔改了，那大家还是心里面会存疑啊。也许他是要借着这样子渗透进我们的团体里面来搞破坏，所以每个人都害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然后向使徒们解释说保罗如何悔改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放胆传道，都说出来。所以门徒才渐渐去接纳保罗。也就是说，因为有巴拿巴这个人来当保证人，使徒们他们才敢接纳保罗。其实这个对一般人来说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保罗的记录实在不太好，大家对他敬而远之啊。只有宽宏大量的巴拿巴有那种气度去接纳他。这个说起来也很讽刺啊。耶稣基督教导使徒说怎样？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对不对？就使徒没有人做得到，门徒没有人做得到，只有巴拿巴做得到。那我们今天从历史上面来看哈，如果没有巴拿巴的包容、他的接待、他的推荐，今天整个世界教会的历史要因此而改变。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嘛，把福音传到从亚洲传到欧洲去。如果没有保罗，我相信福音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出去。那如果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所以他对一个犯错者、过去记录不好的人，他的态度就是宽容。那这个也表现在他跟马可身上就是一时软弱的人，巴拿巴他也有那种宽宏大量去接纳他，帮助他成长。那这一点我们说保罗真的就比不上他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第一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他们就相约要一起出去，有计划的去把福音传出去。那两个人要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助手来帮忙，所以巴拿巴就提议说，我有一个表弟叫做马可，我们就带着他一起去。可是当他们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才刚到那个庞菲利亚，如果你去看那个地图其实没有很久了，就是刚到前几站的时候，到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太年轻，觉得旅行传道太痛苦了，也许是因为太年轻太想家了，他就半途退却了，半途就逃走了，离开他们。这件事情保罗就记在心里。当他们第一次旅行传道回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又跟巴拿巴约定说，我们上次去旅行传道的时候设立了几间教会，我们这次再去看看这些教会。这时候巴拿巴就提议说，上次马可到一半就落跑，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然后我们再带着马可一起出去传福音。结果保罗这时候就不高兴了，他说当年马可退缩了，做了福音的逃兵，那这次我们这么传福音这么重要的工作，如果万一带他去，他又给我半路绕跑，这样怎么可以呢？
所以两个人因为这样子产生冲突。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去，保罗坚持不让马可去，所以两个人就因此产生冲突，就分道扬镳。保罗带着希拉去传福音，巴拿巴带着马可出去传福音。结果呢，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最后证明保罗看错了，甚至最后保罗自己也承认他看错了。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他这样写，他说，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跟他说，请你也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这事上对我有益。表示说，马可变成一个改变了，他在传道的事工上可以帮助别人。如果我们去看腓利门书的第24节，腓利门书只有1章24节，他说，我的同工马可也向你问安。表示那时候保罗在写腓利门书的时候，马可就在他旁边协助他。所以我们知道后来马可也成为保罗的同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巴拿巴他的包容力、包容心跟远见跟智慧的确与众不同，连保罗都看走眼，巴拿巴没有看走眼，他挑选马可，帮助他，最后让他成为福音的使徒。那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后来马可成为北非洲的第一个主教，在非洲在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教会，也在那边为主殉教。今天如果没有巴拿巴他的包容力，我们教会历史会因此少掉好几页。因为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没有巴拿巴就没有马可，没有保罗，欧洲的福音没有办法抵达，没有马可，非洲的福音没有办法传得那么快。所以巴拿巴的属灵的眼光跟他包容的心怀，对教会历史的确有非常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看到了，因为巴拿巴对人的包容跟接纳，使得保罗、马可这些人都有机会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所以包容接纳其实是对别人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都知道要包容要接纳一个人真的是不那么简单特别是我们所不欣赏不喜悦的人。所以以下牧师要分享2个原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去接纳包容。首先你要接纳包容一个人我们要清楚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接纳的罪人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造的宝贝，他全然接纳我们。刚才我们有唱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会用它来当作回应诗，当中有一段他引用经文，就是诗篇第8篇第4节，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就上帝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他真心看顾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偶尔会被拒绝，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一些我们所重视的人冷落。有些人为了让别人去接纳他，他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只要表现得合乎对方的要求，对方一定会接纳我。只要我成为完美，对方一定会喜欢我，会接纳我。牧师告诉大家，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首先，你根本不可能完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瑕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再来，即使你变得很完美，
其实别人还是不接受你。你看耶稣，耶稣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结果还是许多人没有接受他，甚至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人之所以被接纳，不是建立在说我们表现的如何如何，而是建立在要接纳人的人他的成熟跟他的爱上面。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会误会父母，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哎呀，如果我表现好一点，我爸爸妈妈会更喜欢我，会更爱我。而如果我表现不好，爸爸妈妈恐怕就不爱我了。其实一个真正成熟、真正充满爱的父母亲，不会因为孩子表现得如何才爱孩子，而是出自内心真正的爱。即使孩子表现得不好，父母亲也许会生气，这生气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他们的期许被失落了，或是因为他们的伤心。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真正有爱的人，他可以去接纳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爱的上帝，他是完全成熟有健全的爱，他爱我们，即使我们再不好，他还是全然的接纳我们。上帝实在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他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有一个典范可以学习，使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那样的宝贵。耶稣用一生在见证上帝爱每一个人。耶稣跟贵族跟有钱人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救主。耶稣同时也连续那些贫困痛苦的人。耶稣跟很有钱的人在一起，他也跟乞丐跟税棍在一起。上帝爱每一个人，不论这个人在人的眼中是尊贵或是卑微，他都接纳。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路加15章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对不对？我们即使像浪子一样的悖逆，但是上帝还是如同慈爱的父亲一样，就站在门口等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接纳的罪人。那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基督赎回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被造都是有价值的。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做一个比喻，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们在评估一件东西有没有价值的时候，在于2点。第一点是说，这个东西用多少代价所买来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些东西是属于谁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一个东西的价值是说，我们看他花多少代价买来的。我们买一本书，或是买一个笔记型电脑，花的价格越多，表示它的价值越高。花的代价越高，表示价值越高了。那我们每一个人，保罗这样说你们是上帝用重价买来的。用什么代价？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身体所换来的，用他的宝血所换来的。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被拯救的，是耶稣基督受苦受死所换来的，是宝贵的，是花很大很大的代价。上帝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来的，几乎可以说是无价的。再来，一个东西要有价值，我们要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是在于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我想说在座年轻人大概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啊。我以前在10多年前，我很喜欢看一个日本电视台的节目，就是叫做宝物鉴定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他们在鉴定宝物的时候，那宝物拿出来，可能不是一个我们一般来看不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他们鉴定完了说，这个原本这个东西是属于一个过去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哇，那个东西就价值连城。因为这个东西曾经属于他，被他用过，曾经他拥有它，所以这个东西跟一般的同样的东西价值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价值非凡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接纳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去接纳其他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珍爱的，我们应该彼此接纳。因为我们清楚人的价值之后，我们紧接着要进入第二点，就是我们开始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来看其他的人。我们在看人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眼光，首先我们要专注优点而不是缺点，要接纳别人，我们要用正向的思考来判断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其实再坏的人也有优点，如果我们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人，就去欣赏他的优点，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人也不错。特别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如果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会使我们更加亲密。那在教会生活当中，破坏最大的就是什么？去论断别人的缺点。上次牧师也跟大家分享过了，耶稣说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么评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们。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警告我们？因为论断是上帝的事，不是人的事，这点非常重要。论断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是伤害教会的致命伤。我们应该把那个焦点放在别人的优点上面，这样才可以荣耀上帝。我们多去欣赏人的优点。我觉得人很奇怪，我们对于人跟事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过去这几年疫情没有办法出国去玩，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台湾的国内去玩。我们花钱去旅游，我们都会怎样？想要去看那个美丽的风景，对不对？甚至有人过去如果疫情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有人花钱去国外，去美术馆去看那些艺术作品，去看欣赏美的东西，觉得非常非常快乐。可是我们常常在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去看他的缺点。我们都可以花那么多钱跑去看美的东西，可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我们都去挑缺点。有些人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在那个钻石的矿坑里面，钻石挖矿的这个工人，他们在那个剥掉很多那些杂乱的土石，定睛要去挖到那个漂亮的钻石，因为他们看那个是最珍贵的，而不去看那些旁边的泥土。那我们在最亲近的人身上都专门去看他的缺点，不看他的优点，这是不对的。要专注在优点而不是缺点。那另外第二点就是要专注在合一而不是在相异。人跟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的确也存在很多相同的点。在对待别人身上，我们要多去学习看到别人和我们共同之处。圣经告诉我们说，怎样？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但是到底还是属于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们是共同属于基督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被呼召来成为兄弟姐妹，这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即使他的个性再特别，上帝把他安排在我们当中，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们应该专注在未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很容易以现在的状况来评断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人会成长、会改变，特别是上帝可以带来影响。过去牧师在讲爱是包容的时候，曾经跟你们讲，包容是什么意思？包容原文的意思是屋顶的意思，屋顶。那屋顶最重要的作用是怎样？保护嘛。我们有这个屋顶做保护，所以今天下雨，我们在里面得到保护嘛。那保护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成长嘛。你看，巴拿巴就好像一个屋顶一样，
遮盖了保罗，遮盖了马可，让他们在错误当中可以改变，让他们在软弱当中可以坚强起来。今天这个屋顶架得好，里面的人得到安全，慢慢的成长，将来就可以做美好的工作。包容也好像那个 OK 棒一样，我们身体上有受伤，我们用 OK 棒把它覆盖起来，让它里面可以得到疗伤，可以得到治疗，有一天会恢复，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力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成为别人的屋顶，在他需要的时候、犯错的时候，给他保护，让他改变；在他软弱的时候，给他保护，让他可以成长。我们想想看，因为巴拿巴的包容，他造就了保罗跟马可，也因为这两个人，让福音传出去，让那么多人得到祝福。愿上帝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包容接纳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学习到如何接纳跟包容别人。主啊，我们是一个爱的团体，求你在我们当中充满你的爱，让我们学习接纳跟包容的功课，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人算什么？你经顾念的。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彼此下荣耀尊贵，都为他冠冕。世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出生以前，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深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肆意有故，别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却越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好，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上，好。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不算什么，但是他却顾念我们。我们不算什么，但是他却那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同时要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你内心此刻充满了一些担心、害怕，或是你有什么样的困境不能够超越，或是你甚至你的亲人有病痛，你自己本身有病痛，你觉得担心，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者会来到你身边来为你代祷。
后面那边哈，后面那边，你一直举着手哈，我们的代祷者会来到你的旁边。也许你现在必须面对许多的挑战，你需要人家为你祝福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啊。那其他的人，我们把手放在心上，感谢主，感谢主那样接纳包容我们，也求主把接纳宽容的心放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更能够去包容更多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不算什么，但是你却顾念我们。我们知道你那么爱我们，甚至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为了救赎我们牺牲了他自己。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也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典范，多去包容需要软弱的人。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去看清楚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计划，让我们可以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我们特别将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你亲自帮助他们，赐给他们更多的信心。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请青少年诗班来献诗，他们所要唱的歌曲是《如鹰展翅上腾》。
在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现在，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每日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感到富足。现在，我们献上你赐给我们的金钱，作为教会圣工所用。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来好好善用。也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差遣我们，成为你良好的器皿，好让我们透过生命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2，教社委员会消息。敬老旅游举办在3月8日，礼拜2上午8点半出发，地点位于台中中社花海，费用为本会在籍且年满65岁以上长者500元，其他900元。报名请洽陈美仙干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报名时需出示注射新冠疫苗2剂以上的黄卡证明。接下来翻开第7页，教界消息。今年是马偕来台宣教的150周年，北部大会及所属4中会举办系列活动，总主题学马偕、带门徒、传福音，鼓励大家报名参加以下2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
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庆典晚会青年献声会，举办时间为3月5日礼拜六晚上6点半到9点，鼓励教会青年报名，教会会补助每个人100元的报名费。第二个活动是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联合庆典礼拜，举办时间为3月6日礼拜天下午2点到4点。当天中午大家一起用简餐，下午1点一同搭车前往和平篮球馆，结束后原地解散，费用为每人100元，含车费及餐资。讲师是林宏信牧师。以上报名及缴交费用，请洽石文会及谢莹莹干事。记得时间只到2月27日为止。补充报告：肢体关怀，本会会友高永坤弟兄于2月17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点，本会会友李蔡秀梅姐妹、李建峰、李雪珠之母，于2月18日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其余消息请自行翻阅周报。接下来，请蔡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及补充报告。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一对母女哈，是刘杰佑跟尤凯婷两位啊，在这边哈，我们请你们起立，来，我们给你们鼓掌哈，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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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坐哈。那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那欢迎我们的贵宾，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好，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